侬现在屋里多少大嘛？130。侬130，搿7,500，相我当于5套嘞。啊，你5套的，你哪会得有5套房子的呀？东西呢1套，我自家买1套，儿子买2套，做老爷。拆脱40，还90，搿算个了侬。再拨100万洋钿。 5套房子赚了浦东啊？赚了浦东。搿是灵光啊！哎呦，没勿灵。哪能勿灵啦？5套房子还勿灵啊？旧年到今年已经跌脱侬1套。对，起码阿拉搿种生孙子、生儿子勿好卖脱个呀。埃脱里第一苏州真要创个窗口，还是为素质发达的一个居民，看家头么估计侪带带外国去的。果然高浪向个街头店、青田浴室、三饭厂，侪是地道个产业。奔到看看，苏州城市建设个发展过程，传统搭现代，发展搭继承，哪哈样子融为一体。 那个地方原来侪是潘家里专门接待政客艺人，起码市长级别个才还进来。还有，今天让你过一把老爷的瘾。苏州滨江路、上海新上路，现在你这一个路线就是我童年的足迹。真还吃得不得了，还在东华江插单进外婆里，本来么是住辣一个里向个呢。插个辰光呢，你几个阿姨讲个，4万块5个姊妹，一人拨1000块分摊。可是我你又跟阿姨们英明讲，就讲伊拿房子的，幸亏能拿个房子。我来看看，我现在辰光只套手，不做还进去嘞。 我坐辣一个里向，可以啊！你外边进夹子个玻璃窗来看我，一口说得去。我这辰光屋里向侪那样子的，所以讲人啊，还忙赶车子，你喊我现在再回到一种地方来，我就可以个。生活没法来3个字。现在我大呢带一班，侪是苏州本地人去个面馆去吃面，实惠得不得了。金万万也来。 哎呦，侬哪能老牵几个金万万？哎呦，侬说你夜里牵制到现在嘞？你喊金万万啥？我是叫金宝宝。你也来个，现在阿拉慢慢叫走过去。侬要是心急个说法，侬可以冲得去。现在你原作为皮市高单子，一般人家不晓得个。杨寨子、插头主义街、潘玉林唐族，侪是从安利行里向飞出来的。侬走得动不啦？走得动，这没有。昨天夜里头没好就困了，这个嘛比较兴奋。这早我看看啊，现在11点22分，侬还有38分钟才可以碰上金万万，心心念念个金宝宝。